大家好，我係 APMG 嘅銷售經理李文漢。我曾經係效力過香港嘅甲組、乙組嘅籃球聯賽，亦都係一名籃球員。而同時間，我亦都係身後面呢一部 Hi-Tech HT 嘅車主。我係作為一個呢一間公司嘅銷售經理，點解我又會自己俾錢嚟去買呢一架車？等我帶大家睇下。好多車都會介紹前面先，但我調翻轉會介紹後面，因為我作為一個籃球員，我身高擁有1.9米，而我嘅隊友基本上都平均1.9米至2米以上，佢哋亦都好需要後部嘅一個好闊落嘅空間，而呢一架車非常之滿足得到我整個隊嘅所有隊員。喺呢一架車嘅駕駛方面上，毋庸置疑，佢亦都係非常之舒適嘅。而同時呢一架車頭2張嘅座椅咧，亦都配置上一張按摩凳，亦都可以較呢一個嘅角度、力度上嘅配合，令到坐緊嘅時候同揸緊嘅時候，亦都可以有一個好舒適、好愉快嘅旅程。同時，全車亦都配置多款顏色選擇嘅氣氛燈。喺車入邊見到嘅一啲飾件，例如中控呢一個位置，佢係一件原木。呢件原木亦都係有一個原木頭入邊切割出嚟。喺一個20萬中價嘅價錢嘅電車入邊，市場上會比較少見嘅一個配置，因為成本亦都比較高。呢一架車亦都配置咗一個一鍵殺菌功能，可以過濾大量空氣中嘅塵蟎同埋細菌，令到我本身有呢一個氣管敏感，亦都可以解除咗呢一個疑慮。我考慮呢一架車嘅時候，除咗喺我自身嘅角度，我亦都會喺我嘅屋企人、我嘅隊友，甚至係我嘅寵物，去考量雲咁多架車喺市場上入邊，究竟邊一架會合適我？而咁多架車入邊嚟講，我覺得 Hi-Tech HT 係作為一個最好嘅選擇。GAC APMG